曼城作客愛華頓，憑住尾段2個入球就成功全取3分。咁坦白講呢，就都會係幾令人意外嘅3分啦。作客愛華頓係難踢嘅，咁無論利物浦定係阿仙奴都攞唔足3分走，呢啲就賽前都講過噶啦。咁但係真正叫人更加意外，就會係講緊今日哥迪奧拿呢個有少少諗住1分都收貨嘅心態，竟然結果出嚟呢係幫到佢作客攞足3分。今日場波背後到底發生緊啲咩事，可以有啲咩解讀呢？而家就即刻同大家睇下啦。大家好，歡迎返到嚟曼城最新熱話 Man City News HK， 我係師妹，今日繼續同大家講曼城。未訂閱嘅觀眾記得撳返個訂閱掣，同埋開返着個鐘仔接收本台最新資訊。如果你鍾意呢條片嘅話呢，希望你哋可以俾個 like 啦，或者 share 條片俾身邊鍾意足球嘅朋友睇，亦都非常多謝留言同我傾波經嘅觀眾啊！如果你想鼓勵我繼續創作呢，咁就可以透過加入 YouTube 嘅會員啦，或者送一個 Super Thanks 俾我呢，去支持本台營運嘅。咁本台呢，承諾會繼續以呢個優質創作呢，回報各位觀眾嘅支持，非常多謝大家。咁嗱，今日場波哥迪奧拿就算和都收貨，其實就都好明顯嘅啦。如果大家望一望個上半場，就都會唔會覺得有啲似曾相識呢？咁就會係好似早兩輪對住曼聯嗰一種唔太想放開進攻嘅感覺。咁所以上半場踢出嚟呢，就絕對係一個超級悶場。呢一樣嘢，上半場個0.18對0.23嘅 expected goal 呢，就都已經反映晒出嚟。頭45分鐘就兩隊都真係冇乜埋門起腳嘅機會。愛華頓方面唔使講啦，今日全場波落嚟，基本上所有嘅威脅就都係嚟自死球同埋頭槌。咁上半場呢，就真係得達高斯基頭槌中柱嗰一下係叫人嚇一嚇嘅啫。而曼城方面呢，亦都係要等到上半場接近尾聲，嚟自右邊紐尼斯嘅 underlap 誤打誤撞揾到迪布尼先至有比較似樣嘅機會。咁就不過唔好彩，俾奧巴恩用個頭呢成功清走咗個波，先至轉化唔到做入球。咁所以今場波上半場嘅精彩鏡頭就真係少到已經俾我數晒出嚟啦。而可以踢到一個咁沉悶嘅局面出嚟，就係頭先都講啦，係哥迪奧拿有心造成嘅吓。咁哥迪奧拿點樣製造呢個悶局出嚟，就可能要翻去從今日個正選11人開始講起。咁曼城今日個正選最大討論度同埋最為人詬病，就一定係個前場啦。一個星期前踢呢個水晶宮呢，先至攻到行雲流水嘅馬穆什迪布尼 McAtee 嘅前場，今日就變翻沙菲奧馬穆什 Bernardo。咁單係哥迪奧拿今日呢一個前場嘅選擇呢，就都有好多嘢可以去講。第一就係 Bernardo 嘅定位，我自己就留意到應該係全世界我第一個提出㗎啦。咁就係原來 Bernardo 最近5次單計英超入邊可以正選為曼城上陣呢，就竟然全部都係客場發生。而呢一個趨勢就可以追翻去係自從2月2日作客阿仙奴開始。咁嗱，當我發現咗呢個趨勢之後就非常有趣啦。因為如果結合埋哥迪奧拿作客踢曼聯之後解釋話，希望呢係用熟悉體系同埋較多經驗嘅球員去應付曼聯嘅呢一種講法呢，咁就可以夾硬得出一個結論，就係哥迪奧拿對於客場信心不大，所以係希望保守為主，甚至係想簡單拎1分就算。亦因為係咁，你就更加容易見到經驗比較老道、踢法呢唔太高風險嘅 Bernardo 出現。咁當然呢個就係假設啦，係一種猜想。你亦都可以話呢，如果對面踢3中堅，哥迪奧拿先至唔中意用闊翼。咁今日踢翻4後衛嘅愛華頓，咁所以咪見翻沙菲奧咯。嗱，咁呢方面呢，就唔同人有唔同嘅理解。咁但係可以肯定嘅一點呢，就係今日哥迪奧拿出翻 Bernardo，成個踢法就係一定係以穩陣行頭，而本身應該係進攻重心嘅左邊嘅沙菲奧呢，亦都係表現不似預期啊！咁再加埋紐尼斯好多時候要入翻中場，拍住 Nico 做個雙防中，右邊線閘位冚上去嘅踢法呢，亦都係因此受限。咁所以呢啲咁多重嘅因素全部加埋，就令到今日個上半場呢變成一個悶局。咁不過就持平啲呢，都要講一句嘅。賽前我都提住，曼城踢完愛華頓休息2日呢，就要主場踢維拉。咁所以哥迪奧拿對於今場波有所保留呢，亦係完全可以被理解嘅。一個穩陣嘅中後場搭住一個比較慢或者只係一啲有副選，咁即係好似沙菲奧咁樣嘅前場呢，整體對於曼城嘅消耗就係會冇咁大。作客愛華頓本身已經難踢㗎啦，拎1分收貨，咁拎多過1分呢，咁咪當 bonus 咯。盡人事嘅，咁咪留翻尾段先放道古入嚟爆10分鐘咯。咁但係邊個估到呢種做法呢，竟然就係令到曼城有意外收穫。不過曼城今日真正贏波嘅主因呢，亦都係有唔少嘅討論位啊。
咁要贏波咧，就當然係要靠入波啦。咁但係唔好忘記一條好嘅防線咧，亦都係好重要。所以喺講翻曼城今日下半場嘅進攻之前，就都要先稱讚下呢一條 O'Reilly、加華迪奧、Ruben Dias、紐尼斯嘅4人後防。嗱，我就唔講太多啦，費事話我吹捧得太勁，又話紐尼斯係我契仔，成日偏心佢啊。咁但係啦，單論客觀數據，自從呢個咧足總杯對般尼茅夫嘅下半場入面開發出嚟嘅防線，暫時英超入邊喺正選用過3次，咁就注意翻下呢3次啊，曼城亦都係成功保持住零失球嘅。而同時段入邊放棄咗唔用呢個4人防線嘅唯一一場比賽入邊，曼城就係失咗2個波。咁呢啲數據有冇指向性，有冇參考價值，大家就自己判斷啦。我就點到即止算啦。咁但係 anyways 有一條好嘅後防，個重要性係不可質疑，呢一點係可以確定嘅。而今日愛華頓所以臨尾輸波呢，其實與其話係曼城攻得有幾好，就倒不如話係愛華頓自己條後防開咗個缺口會更加準確啦。嗱，咁講緊啲咩呢？原來就係講緊曼城今日對住愛華頓嚟到52分鐘，迪高斯基傷出換入米高堅尼呢件事。咁嗱，原來睇翻啦吓，今日場波呢，下半場出嚟愛華頓個勢係唔錯噶。咁就例如係下半場頭1-2分鐘有靠住死球開出嚟班夫位置嘅頭槌，咁就都係靠奧迪加嘅靚救拍翻個波出嚟。而之後嚟大爺同埋杜哥尼呢，亦都係一度試過連續喺曼城禁區製造混亂。咁但係愛華頓下半場早段呢度戲就隨住迪高斯基嘅傷出呢而蝕咗。咁相反啊，換入嘅米高堅尼就其實變咗佢哋防守嘅一大弱點。咁多嘅唔使講啦，求其揾2個例子出嚟呢，就都好好解釋到噶啦。曼城未入波之前呢，就都可以睇到啦。呢個米高堅尼面對沙菲奧嘅傳中啊，傳球路線又捉唔到。咁而同時呢，又唔係守緊迪布尼或者馬穆係有啲唔知喺度做緊啲乜，完全就係俾晒馬穆咧係接應個傳中。咁不過係馬穆冇頭槌先至冇變成實質機會。咁但係個防守問題好明顯呢，已經係顯露咗出嚟。咁而之後啦，一啲中路嘅波又係啦，馬穆都冇話特別去扭。咁但係你都會見到米高堅尼咧係失晒重心，仲要同隊友坐埋一齊，咁就俾馬穆咧係輕鬆傳俾沙菲奧起腳。而今日印象最深刻就當然係80分鐘左右米高堅尼嗰一下回傳啦，差啲咧就直接送咗個入球俾曼城。咁就係馬穆把握唔到，同埋碧福特咧唔知第幾次靚救，愛華頓先至未死得去。咁所以啦，種種例子就都係話到俾我哋聽，冇咗達高斯基嘅愛華頓後防的確係出現咗缺口。咁就唔知係咪哥迪奧拿就都睇到呢樣嘢，所以就唔怕咧大膽換入道古同埋高華石。咁道古向來就係踢正選唔掂㗎，咁但係後備出嚟搞局就一流嘅。今日就係繼續發揮呢一個特點，對進攻嘅參與度咧都係有喺度嘅。咁就例如臨尾高華石個入球就都係道古揾到禁區嘅根道簡在先。咁不過啦，今日道古無論參與度幾夠啊，曼城最大嘅英雄最多人講緊嘅就始終都會係已經唔知第幾次拯救曼城嘅 Nico O'Reilly 啦。咁睇翻今屆 O'Reilly 咧都真係有份參與得嘅入球咧，都真係好重要。足總杯一手一腳帶曼城入到4強唔使講啦。咁而今次對住愛華頓呢個入波，亦都係隨時幫曼城保住個關鍵嘅前5。咁就一齊睇下呢個入球啦。曼城今日呢個入球呢，其實就係長達40秒嘅一個進攻。咁最初呢，就會係嚟自 Ruben Dias 嘅解圍，本身呢都睇住個波要出界，咁但係 Bernardo 就決定 keep 翻住個波喺地面，之後輾轉一大輪啊，就會係見到高華石係帶住個波向前推進。咁呢啲呢，亦都係佢最拿手嘅嘢啦。咁然之後啦，高華石幫手推過半場，揾到馬穆呢度就可以見到米高堅尼呢係再次守唔住馬穆啊，俾人話過就過。咁馬穆推進入到去近禁區位置啊，唔好意思，就拉開咗愛華頓嘅防線。咁就都見到呢個時候呢，道古係已經空晒，咁道古 cut 咗入去禁區接應馬穆啦。咁就好可惜，就係 first touch 大力咗，要被逼回後。咁呢度就都幾好笑嘅，你可以望到個波從禁區彈翻出嚟呢，就已經係一個高華石喜愛遠射嘅位置，而佢亦絕對係有可能係有諗過遠射，咁但係就唔知啦。好彩定唔好彩，個球證呢就係擋住咗佢個射球路線，咁搞到高華石就係被逼還傳翻俾根道簡，而之後呢，先至再有 Bernardo 同埋紐尼斯個配合落底。而禁區入邊呢，其實就有6個愛華頓嘅球員，咁但係就都揾到 O'Reilly， 咁係紐尼斯傳得靚，O'Reilly 觸覺好，咁定係愛華頓防守有問題呢？就大家自己判斷啦。
咁但係無論如何啦，呢個成功令到曼城贏波嘅入球呢，就係一個有好多球員一齊參與嘅組織，而哥迪奧拿換入嚟嘅高華石又好，道古又好呢，亦都係有好重要嘅角色，所以呢，你就都可以話係哥迪奧拿調動嘅一個勝利啊。咁但係如果唔係全靠道古 first touch 推大步咗，或者球證擋住喺高華石前面，可能呢兩個中意突破盤扭同埋中意遠射嘅球員呢，就一早會嘗試起咗腳，而唔係回傳。咁個波去到右邊呢，其實亦都係見到紐尼斯啲落底係好有威脅，好似頭先講上半場呢，就已經見到佢係會幫手製造到啲唔錯嘅機會。咁所以呢個位呢，亦都係可以質疑下哥迪奧拿成場落嚟要紐尼斯入翻中場呢，係咪一個正確決定啦？咁但係點都好，紐尼斯呢，的確就係幫手揾到 O'Reilly， 而 O'Reilly 個把握力呢，亦都可能算係隊入邊比較好嘅一個。咁所以就已經係連續2場波有波入啦。咁亦都證明曼城東窗唔放佢過去俾車路士呢，係正確嘅決定嚟嘅。咁所以啦，今日場波雖然係偏門，咁但係可以攞晒3分呢，就都冇乜嘢好怨噶啦。而望一望英超積分榜，今輪紐卡素輸咗俾維拉，個爭5嘅大亂鬥呢又變到更加激烈。咁所以今場有啲意料之外嘅3分，就絕對係幫到爭取來年嘅歐聯席位。詳細爭5個形勢呢，就有時間再講啦。因為你見到呢條片嘅時候呢，就應該好快又要再踢維拉噶啦。唉，咁好忙啊，下條片再見啦，多謝晒大家，拜拜。